美国即马是正咧推动太空港的计划。美国在台协会 AIT 伊是伫面册答文，讲台美即马正咧讨论合作。台湾太空港的地点就是伫咧屏东的九坪。虽然讲这 AIT 有随甲这地名甲改掉，也毋过消息已经传出去啊。馆长周春美表示讲，会投入太空产业发展，期待屏东的九坪会使成做是台美合作的太空基地。 美国休斯顿是全球太空产业的重点，美国嘛全力咧推动太空港的计划。美国在台协会 AIT 伊伫面册答文，讲到台湾正咧考虑屏东九坪做火箭发射的地点。因表示九坪才有潜力升级为未来的太空港。未来若透过阿圭岛飞行，台北到休斯顿的航程就会缩短至2点半钟。AIT 需要将地点相关的字改掉，毋过消息已经传出去，引起讨论。3、2。 事实上，国科会伫今年3月就核定，要将九坪加做国家级的火箭发射场。屏东县长周春美嘛随分享 AIT 的答文，表示这项计划与中央发展国家太空村的政策方向一致。地方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台湾太空产业的新目标。那这几天看到很多的朋友，还有 AIT 都在分享台美太空港的议题 Spaceport， 我们也非常的兴奋，也非常的开心。那我想，屏东作为国家的火箭发射场域，是我们台湾迈向宇宙的起点。 国科会嘛回应，台湾参美国的太空合作一直拢在进行，对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，国科会乐观其成。毋过，太空运输的实际计划参方案，搁要进一步的评估和讨论。屏东县府去年就前往美国休斯顿太空港考察交流，嘛有参当地太空与科学教育协会签署人才培育的合作，对太空产业的发展，因会尽全力来做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